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6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中国海关讲有检出台湾的往来有病虫害，3月7日要禁止进口台湾往来，但局长认为讲中国真恶质，也要用10亿稳定介绍。明仔载开始是2八天假，交通部预测讲头2天落南会较塌，也提醒民众讲大众运输工具也袂当食物件。国内疫苗抢运2间进入到第2期的临床试验啊，上紧伫今年7月就当注到台湾的疫苗啊。中国海关伫今仔宣布讲，台湾的往来已经检出几摆病虫害菇蠅，对3月7日开始要暂停进口。也因为台湾的往来出口到中国的部分，就占外销数量的97%，对农民的影响是真大。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讲，这是一个错误的消息，中国这款的行为也无符合国际贸易规范。陈吉仲也讲，要用10亿的金钱来稳定往来介绍，以持伫10公斤21块以上，也望请台湾的农民、咱遮的民众爱多支持咱台湾的往来。2月底3月7日，台湾往来开始断出，中国线雄宣布禁令，3月7日开始暂停台湾往来进口，理由是自2020年开始，中国海关真济摆为台湾往来验出3种菇蠅，按照中国方法甲标准，采取正常生物安全防范措施。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无法度接受，感觉遗憾。昨天傍晚的来信，那没有依照国际规范，也没有依照双边的动植物防疫检疫的这样的一个执行的话，我们当然会觉得无法接受，也非常的遗憾。台湾去年10月已经强化措施，而且符合对抗规定，了后输出往来合格率100%。但吉仲无法度理解中国为什么这时阵宣布，按照国际规范，若是伫边境检测菇蠅，只要分清处理了后输入，无需要暂停贸易。中国直接宣布暂停，违反国际规范。我们输到日本的凤梨呢，如果有发现这个介壳虫，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各检疫处理的方式。农委会统计，去年台湾往来产量差不多42万吨，7成内销，3成外销。3成外销内底，敢若中国就占9成7。中国这个举动对台湾农民冲击袂小，要以10亿强化对外销管道，扩大加工市场利用，稳定今年介绍伫前2年平均介绍水准之上。放心，阮的目标就是要互今年的往来产地介绍，甲过去2年的平均超过每公斤21块以上，来做所有的国内的行销以及其他的外销的活动。台湾往来第1摆全面暂停外销中国，是不是受两岸政治影响？但吉仲无正面回应。望为正常市场角度来看，我经济来讲，行政院长苏贞昌讲，无想要升官到政治面，推出3措施稳定介绍。总统府是认为中国行为毋是善意行动，未得到台湾人民甲农民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按算3月7日开始要禁止台湾往来进口，台湾的农民也烦恼讲，这往来介绍会大崩盘。就农友表示讲，检出台湾的病虫害应该是菇蠅，不过应该是真少发生才是。有真侪县市拢开始表示讲，会赶紧来辅导农民改善病虫害。外口配水果带金鱼，内底的肉是香港港。高雄大树区是国内往来重要的产区，毋但品质好，产量嘛大，外销去中国占9成以上。不过，即马传出中国为3月7日开始禁止进口台湾的往来，引起国内正往来农民的惊吓。大龙有影响，毋过政府啦有对策，相信这波啦前礼拜过应该就无问题啦。你大树这一块是大概有2成多啦，如果再加上屏东那一块的话，可能影响的程度大概有将近1半大概在5成左右。大树区农会表示，目前中国讲的检疫有害物质，应该是咧讲往来介较重。不过，这种情形是真罕的快，万一外销中国受到阻碍，就会提升其他国家的外销量，以及出口的量。针对中国高频拒绝进口台湾往来，高雄市长陈其迈讲，中国这个举动是违反国际贸易的规范，市府会启动辅导甲补助的机制。也会拓展更多元的这个外销的一个通路，来分散中国市场对台湾的一个冲击。在生产往来的台南关庙区，农民是烦恼讲，往来介绍恐惊会面临着排斥，这个算是恐惊会真凄惨。无法度人吹得到啊！向甲你讲，无法度人入的时阵，当然咱内销一定供过于求啊啦。
台东同款有种往来，虽然面积甲产量占全台湾无到5%，采收的时间嘛比西部较晚，差不多伫6、7月份。台东县府表示，会辅导落野农会和往来加工厂的效益发挥到上大。凤梨如果价格如果有崩跌的情况的话，我们会让辅导那个鹿野地区农会来收购农民的凤梨来做加工。嘛是往来产地之一的嘉义县，农民是认为中国的行为会互人怀疑讲是政治性的动作。把遐买果总甲收伊，看要做啥物处理。啊，互纯粹水果去市场。安尼还佫有可能甲这价钱稳定来卖菜市。若有隐藏性的这样的一个害虫，过去正常的国际做法，大概会用熏蒸的方式把这样的一个害虫去做处理。王周牛表示，希望中国会当就这个部分，甲台湾好好讲，找出问题，因为这完全无符合国际贸易规范。记者综合报道。对明仔载开始就是连续3天的28连续假期咯。交通部也预测讲，因为过年都结束，若准出外行大民众应该是以短途为主，而且是连假3天的前2天，应该大部分拢是落南。另外，大众运输工具也未解除食食的禁令，也请民众要爱特别注意。台北车站下晡开始拢是人，旅客通过测温器，进站坐车28连假代替高铁这大众运输依然维持临时禁令，进入全区都要全程挂催安，代替也继续做客票总量管制。过去捌发生民众摕电子票证入站，车厢内底徛甲人客人的状况，这摆连假会加排进的速度。28连假的疏运还是比照春节疏运的模式。那全程佩戴口罩，然后列车上禁止饮食。那站票的限制还是有的哦，也会提醒，我们也会加强安排列车长巡视车厢。国道高速公路部分高公局高算3天假期会以短程旅游较济。国道5号上滩，连续3天拢会做高承载管制。按算国5伫连假第一天早起6点到车侪状况，高承载管制到中昼12点。假期第2天双向拢会管制。收假日3月初1下晡2点开始，北上开始高承载管制，有过到暗时9点。第一天主要还是会以南向的车流居多，在国一的新竹路段或者是彰化路段，大致上都是从上午8点开始会有拥塞，然后大概到下午1、2点左右才会逐渐得到疏解。交通部长林佳龙到平南行控中心视察疏分，交通部估算这一摆连假去东部旅游车依然有真济，回程抢行塞车，所以欢迎联系地方单位统整公路后地路况，大数化解行控中心密切配合，维持车流顺利。记者综合报道。连假伫要开始啊，咱来关心天气的消息。今仔日受到锋面甲东北季风影响，中昼过后北部温度开始下降，西部空气污染也当大大改善。不过早起的空气品质依然是真歹，发电厂仍有减少排放。即阵东北季风的时间无讲介长，按算礼拜就会变好天啊。方面的前言报道，早起开始，大台北地区空气污染红海状况已经较低。中央气象局预测，受到锋面甲东北季风慢慢增强，拜5下半天开始，北部、东北部已经有较冷的感觉。入夜到拜6，中部以北降温大约5度，是这波系统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阵。228连假这3天整体来说，大概就是第一天天气是会转凉，而且中部以北、东半部比较容易下雨。可是假期的后2天天气就逐渐恢复稳定，大部分的地方都可以多云到晴，见到阳光，只剩下东半部一点零星的降雨。北部地区在25拜4下半天开始的严重红海，在风场转做东北季风了后，污染无慢慢被拆散。不过26拜5早起，西半部地区空气品质依然真歹。台南市区一度全部拢都起红色的警示，来到对所有族群无健康的红海顶级。为了因应空气品质恶化，台电4个电厂包含未了、兴达、协福，也有中火，总共9个机组共在减排。到暗头仔，各地空气品质大部分来到普通的顶级。这个锋面的云气会进来，那北部有机会会下一点点小雨哦，可能是阵雨的形式，不算是太大，所以空污的情况呢，应该在中午前后呢就会有明显的一个改变啊。不过南部来说的话，恐怕还是慢一点，因为它都还在背锋面。礼拜连续假期空气品质较好，先湿凉了温暖。气象局预测，下一波冷空气会在休假了后3月初2拜2报道，到时阵气温会慢慢下降，也转有雨，民众sẽ把握连续假期后半段好天气。记者综合报道。
咱继续来关心欠水的问题。目前台中市柑仔色的水情真好，自来水公司也针对省水无达到标准的94间用水用真少的企业进行洪水表。自来水公司也表示讲，依照应变中心的决议，这个月自5开始，工业用水的省水量对7%会调整到11%。洗车店内底无用伫整理拍拉，外口是用水伫冲洗。师傅摕着喷枪代替水管加大水桶伫洗车，因为即阵欠水，能省水就尽量省。还是一定会在想比较不一样的配套措施啦。对啊，可是毕竟对工作来讲，真的是蛮不方便的。大台中地区在1月初6水情进入柑仔色的减量供水了后，工业用户目标减水量7%，非工业甲其他用水的大户目标是减10%，无达到节水目标的实施，严防减少供水。对象是每天用水超过1000度以上，无达到目标的大户就来执行。依照应变中心的决议，其中工业用户对这个月2、5开始，节水由7%调整为11%，其他非工业用户是维持在10%。到2、6为止已经执行94间。签封好了之后，然后让那个用户不能再去动这个开关，因为他如果再动开关的话，那个必须要破坏这个签封。如果说没有达到这个要求的话，签封就是说它限制它的进水量，要达到我们节水的力度这样。虽然加强节省用水，这里所表示，即阵对着水情继续来监控，希望保持在5月底进前民生用水无问题。不过对着工业用水的大户提升节水幅度，水利署的会同相关的单位评估，即阵暂时未影响到国内经济。依据它目前的接单状况及生产的排程，透过错峰生产等等，来减少水量的一个使用。你根据水情观测的资料，供应大台中地区的李鱼潭甲德基水库，2楼脱水量敢若剩16.2%甲13.4%，尤其是德基水库伫要见底啊，已经是历年来上低的水位，也停止水力发电。而整体水情什么时阵会使缓解，就要看入春了后落雨情况。记者自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去到立法院报告疫苗的准备状况。苏贞昌表示讲，目前确定会当摕到国外疫苗2000万吨，也有500万吨听候签约。另外，姚内也立委要求卫福部长陈时中就要大先去注 AZ 疫苗，才会当安定人心。陈时中也表示讲，愿意去注，未来也强调讲会当设立到疫苗地图，互民众选择讲注疫苗的时间甲地区，若准顺利，今年7月就通好注到台湾的疫苗啊。为新冠疫苗准备进度，苏贞昌甲院专案报告正式目前按算摕到国外疫苗2000万剂，有过上紧第一季应摕到 COVAX476万剂疫苗，第二季摕到莫德纳疫苗505万剂。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未来也设疫苗地图，互民众选择地区来做。有一个信息的地图啊，我之前有问过 CDC 讲啊，有准备要做这件代志。那另外也会做一个疫苗的地图，让一般的民众要施打的时候，选择地区跟知道那边有什么样的疫苗可以打。最大的检验量能已经从原本1天只能做500件，到现在我们提高到1天可以做13000件。最近欧洲部分国家对 AZ 疫苗副作用有疑虑，目前关注。指挥中心澄清 AZ 不良反应并无较低，按过南亚立委会访台议员要求陈时中承诺先注 AZ 疫苗。他们不愿意打，你愿不愿意带头打？如果问意愿愿意不愿意，那当然都愿意了。你实在是不果决，如果不好就不要进来，好吗？我们宁愿等。但你可以等啊，没有强迫你打了。国民党伫遐最近也一直批评政府，因为意识形态无要用中国疫苗，但是中清是因为文献甲科学数据拢无够，并没有完整的科学的数据，所以在这一点我们连启动都有困难。所以我们渴望7月有机会国内疫苗正式出炉嘛？一切顺利的话。那可能就在7月，就有可能来施打国产的疫苗。扩散新冠肺炎疫苗进度，陈时中表示，若是顺利7月就应做。另外，边境管理3月开始慢慢放零。陈时中透露，代表旅游泡泡开放，双方议员继续参详。台湾有机会加做第一个开放旅游泡泡国家，不过一开始推动规模也无可能伤过大。记者综合报道。
国外拢开始做疫苗咧，也若咱台湾家己生产的武汉企业疫苗咧，大家拢伫咧拼进度。除了国光生机有较慢挂，高端家联亚生机拢进入到第2期的临床试验啊。就医生表示讲，接受试验的民众注了后，不良反应拢真轻，若准顺利，今年年中就会当向卫福部申请紧急使用授权，民众也会当注到台湾家己生产的疫苗咯。做一摆就知影是毋是使产生有够的保护力，毋惊新冠病毒感染。国产的新冠疫苗进入2期人体临床试验，其中高端疫苗受试者已经有人完成第2剂疫苗注射。我觉得在医院工作的话，我更可以看到这个防疫前线的需要，所以我也蛮鼓励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同事一起来接受这样的试验。等到国外疫苗进来，要像我们这种青壮年，可能还要排很久。你来试验，第一。本来就对这有，而且可以提早打，也没有不好啦。高端在去年底首先进入2期的临床的试验，受案已经超过1000人，其中8亿人数670人。这阵受试者注射完了后，不良反应真轻。以高端为例的话，其实我们目前收到的一些不良反应，像说是头痛、倦怠，那打针的地方疼痛，其实都是有产生。那少部分呢有产生拉肚子。另外一间国产疫苗联亚生机2期的临床试验也已经开始，预计在全台湾11间的病院受案3850人，预估上近4个月，所有受试者已经做完第2剂。在3月的时候，我们会把第1剂全部打完。那第1剂跟第2剂之间是会隔28天，所以也就是说，我们4月应该正常的话会把第2剂打完。吴国斌表示，2剂疫苗注射完成了后，需要28天产生免疫力，预计上近5-6月就会出现有抗体受试者。那一切顺利，今年年中国产疫苗就会向卫福部10药署申请紧急使用授权上市，真紧来加入防疫，后面将注射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台股伫今仔日落尾到500点，收伫咧15953点，其中台积电的股价落差不多4.57%。就分析师表示讲，台股是受到美股4大指数影响，规个落落来。分析师也搁再讲，台股有可能会继续落。台股万六行情刚收袂条咧，元宵节一开盘就重盘262点，以16190点开出，早盘下杀9回收正，不过后市无力，加上 MSCI 最近季度调整盘后成效，尾盘佫无量下杀，最后收伫15953点，大到498点，那幅度超过3%，成交量4371亿。目前不看好太高了，还会跌啦，回到以前的1万以下吧。目前还没有看到它往下的趋势，会一直持有它没有错，但是这个过程不会太长。台股震动，分析师表示，主要受美股4大指数大力拖累，电子股正做重灾区，尤其台积电股价落29块，个失守季线，收伫606块时代15.71条，收水7519亿，影响大盘指数差不多是246点。指数最后收盘是收在这个今天的一个最低点，代表就是说，其实整体的卖压到尾盘的时候似乎都还没有宣泄完毕。另外，阿股也IIQ 中国上证指数、南韩 KOSPI 指数、香港恒生指数收盘拢大波超过2%，日经指数收盘大落超过1200点，那个幅度将近4%。而且分析主要是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欠悬已经冲破1.6%，创年外以来新悬，严重冲击美股。资金呢，从这个债市转移到股市，资金使用的一个成本呢，反而会更加的昂贵，预期到这个通膨的迹象会越来越明显。学者分析，台股向下修正，因观察美股走势加国内外资动向。另外，上重要指标就是台票换美金的汇率，26台票最后贬值5分，收伫18.36，依然维持强势，只要无动变，台股依然是会个慢慢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今仔日是正月15上元，本地已经取消的咸水芳雅炮说是搁恢复举办咯。不过恢复了后，说是规模缩小，对300外座的这个炮城减少到35座，而且无开放予民众去参加。另外，伫咧台东的炸邯郸也规模缩小，只剩1场利益。大细炮城轮流放放烟散步，元宵节重头戏的台南咸水芳雅炮暗时6点登场，
不过今年因为防疫规模变细，招租炮城35座炮城集中伫保镖头前的广场来放，也无开放民众参加。咱即届有35座的炮城，阮是协调讲会当较紧，6点开始施放会当较紧放煞安尼啦。结果就爱看炮主，若无完事放到明仔载天光6点。为下晡2点开始，除了有寡小炮城提前放炒热气氛，目标收回设管制点，严格人车管制，无通行证袂当过。往年啊，真山人海情形看无，走路人清袂少。咱人10城减9城，因为防疫啦，一定要势在必行，要这样子啦，人才不会说传来传去哦。较早是拢人足多的，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人袂讲足多的。感觉足可惜安尼。足可惜。原本停办的咸水香炮，因为疫情等好，个未少炮城已经提前绑好，各路安全甲演习传统，市府甲庙方决定取消绕境，放的规模也变细，100年民俗袂回去。配合防疫取消的大灯、炮炸核弹爷元宵节当日，滨海公园也为一场小规模炸核弹，庙方强调希望保留多年的传统袂回去，要记号的作用。咱今仔日。所以这办这活动来祈福，希望当我疫情完全消失。很惊喜啊，因为以前没有看过啊。震撼的场面，好多过路的民众感觉真过瘾。另外一间咸武堂炮炸邯郸的活动是延加4月举办，以线顶的方式进行。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婚林埔中镇安宫5年千岁5年王上元朗的温庄食饭大，大会拢是上万人来参加。不过今年因为疫情关系，庙方取消这个食饭大，温庄的部分是照常举行。另外，伫台南鹿耳门圣母庙抢春牛也缩小规模举办。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讲，爱甲防疫这件代志放大性。信众透早传拜拜，还阁有人软脚骹。当年元宵节即天，婚林埔中镇安宫5年千岁拢会举行文景，还阁有食饭大活动。不过今年因应疫情，头一摆取消食饭大活动。这拄着疫情安尼啊，无法度啊！你因为无大家做伙食饭足危险的啊，伤侪人啦。迄一届拢几十万人咧做伙咧食的时，大家拢接做伙啊。咱的取消是因为这个疫情拄啊这个有比较严重，所以阮来处理解决了。因为食饭大是咱全省各地拢来这人数几十万人，所以阮来处理解决了，咱才来取消。婚林埔中镇安宫表示，食饭大活动由5股14庄轮流准备饭大，提供予文景的人员甲信徒食平安。当年拢吸引几啊万人来参与，不过因应疫情，食饭大就来取消。还阁有台南土城正统鹿耳门圣母庙的抢春牛，嘛因为要避免人群群聚来取消。因为着这个疫情的关系，咱因为着咱所有咱的先进大家的安全啦，妈祖来指示啦，今年的春牛要来化掉啦，互伊回本位啦。咱的野春牛、变春牛游行啊，咱拢来暂停啊。还有这个国际宴会甲炸风炮拢来暂停。今年没有办那个烟火嘛，没有抢春牛啊。对啊，想说那等一下春牛是不是会火化？那个灰会放进那个玉手里面。2日早起，台南土城正统鹿耳门圣母庙举办变春牛的仪式了后，就随甲春牛火化，了后甲春牛的灰送予民众保平安。希望因应疫情缩小规模举办，甲防疫做好，卖当兼顾民俗活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内湖的乐活公园，当年的樱花季拢吸引真侪人来遮看花。市政府也决定讲要甲附近的地主买土地，甲规个公园换跨，搁再起一个地下停车场。不过安尼生做却影响到附近一间幼儿园，就要封拆掉。家长也批评讲，市政府拢无看重囡仔人的受教权。幼稚园下课啊，囡仔欢喜牵爸母的手，做伙转去厝里。不过，这间内湖的保证幼儿园，今年7月学期结束了后，就要收起来。明年1月份拆除，因为隔一条车路，边仔就是烟火真有名的乐活公园。台北市府向地主买私人土地，准备扩建公园，起地下停车场，来解决居民停车的问题。公园跟停车场，我觉得蛮适合的。因为这边已经没有停车位了。保证幼儿园是准公共化的幼儿园，有双语教学，加上伫咧上北的甲界。真受到上班族家长的欢迎。
不过，这间幼稚园是私人土地，2015年开始，部分的民众希望会当开发增加停车的空间。台北市公园处2019年都甲地主参详好势，不过地主到去年才通知幼稚园，敢若会当租到7月份，嘛互这个家长常常是无法度接受。学期刚一开始，我们才发现说，他既然是明年1月1号就要拆，不然对小孩对家长来说，我觉得很难接受这样子的安排。去年前年知道之后呢，就有跟保境幼儿园说明，如果是地主不愿意继续承租，那他就不能继续招生嘛，以免引起家长的误会。台北市教育局表示，目前保境幼稚园有107个学生需要安置。其中47个5岁囡仔今年会升大班，只要去公立幼稚园登记，就会当优先入去读。剩下60个3岁至4岁囡仔，会当选择转读公立幼稚园、非营利的，或者是准公共化幼稚园，以专案的方式安置，唔免抽扣啊。不过公立幼稚园甲非营利的，有户口爱伫台北市的限制。以这个区域来讲，本来幼稚园的需求就很广大，本来就已经没幼稚园念了，你现在又要拆一家，100多位又没地方念了。就是他们虽然说就是可以让我们保送进台北市其他的公立幼稚园，但这相对的也会减少到其他区域家长们本来应该会有的名额，就是一个挖东墙补西墙的概念。家长认为讲，市府经要安尼做，无考虑到幼囡仔受教权。这个扩建公听案3月12会举行第2届的公听会，家长呼吁市府会当考虑保留幼稚园，一直到目前的学生拢毕业了后才拆除。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美国伫25对叙利亚境内受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据点发动空袭，目前是也唔知影有偌济人伤亡。另外，美国政府会公布已经过身的沙烏地记者哈绍吉受人杀害种种的报告，内面的证据拢是指控沙烏地未来驻军萨尔曼拢牵涉在内。这两件代志敢会影响到美国对伊朗甲沙烏地两国的关系呢？恐惊是要继续观察。根据美国媒体引用5角大厦的消息，美军出动几架F-15战机，针对叙利亚东北部边界附近的什叶派民兵据点发动小规模的空袭。因为这几个礼拜以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所有的地区，也就是美国大使馆等等机构的所在，真接去予什叶派民兵用火箭弹攻击，还佫造成民间爆伤，甲美军人员受伤甲死亡。针对这点，美国讲这是报复性的反击。We're confident in the target that we went after. We know what we hit, and we're confident that that target was being used by the same Shia militia that conducted the strikes. 同一个时间，美国国内嘛针对就要公布的沙烏地記者哈紹吉洪殺害案件的調查報告，來追問各部門的發言人。We've been very clear that the murder of Jamal Khashoggi, it was a horrific crime. That, of course, is going to be at the center of the report that we have been speaking to. 英國金融時報也有專門分析報道，美國過去這幾年真積極甲沙烏地等等遜尼派中東國家跨wat來，唔但促成幾個的阿拉伯國家甲以色列和解，嘛互以沙烏地帶頭生產石油的國家組織 OPEC 為專門甲美國作對，變做甲美國合作，穩定國際油價。那因為這份報告明白指控沙烏地阿拉伯掌權的王室薩爾曼，都是哈紹吉洪殺害幕後的主使，來得罪沙烏地，效果恐驚真惡收煞。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a long relationship with Saudi Arabia. They are being attacked in the region, and that is certainly an area where we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m on. 這個發言人面對的質疑，也唔但是佇白宮的記者室內底，針對美軍空襲敘利亞境內的目標，沙奇佇2017年的一篇鋪文，互提出來討論。迄當陣的川普政府下令空襲敘利亞，來制裁阿塞德政權用毒氣攻擊百姓。沙奇的鋪文寫講，敘利亞是主權國家，美國憑啥物去人空襲？當然，更較重要的是，拜登政府準備要重新登去2015年協定的協定，向伊朗表示友善的態度。這場空襲造成外交的效應，也該觀察。公司新聞，徐家仁編譯。南韓對2日開始甲民眾注武漢肺炎疫苗啊，因頭一批是注醫護人員甲65歲以下住佇中照機構患者，因為政府是希望講佇11月進前會當達到群體免疫，生活也會當恢復正常。香港佇剛剛也開始甲民眾注中國嘅科興疫苗啊。
南韩2日正式开始疫苗注射作业，在全国1915处医疗院所，为医护人员甲65岁以下长期照护机构的病人才优先对象，免费注射由英国阿斯特捷利康药厂甲牛津大学共同研发的 AZ 疫苗。头一批疫苗会使予78万5千人注射，政府预计在3月底进前完成注射34万4千名长期照护机构病人甲员工，也有5万5千名前线医护人员。希望在这个达到群体免疫、回归疫情进前正常生活。总统文在寅也亲身到首尔一间医疗院所来视察疫苗注射过程。 맞기 전에는 두려움과 공포감이 있긴 했었지만 이제 백신을 맞고 나니까 두려움이나 공포감 대신에는 앞으로 더 좋아질 미래가 더 기대가 되고요. 아무래도 백신을 맞았더라도 뭐 마스크나 공공위생 같은 거는 잘 지켜야 된다고 생각이 됩니다. 이제 그 백신의 종류에 따라서 뭐 이제 예방 효과가 틀리다라고 그런 이제 얘기들이 많았기 때문에 걱정은 됐는데 지금 마음 괜찮아요. 在这时阵，香港2日上看也头一摆开放民众注射中国科兴疫苗，优先对象是老大人、第一线工作甲医护人员。为了增加民众信心，特首林郑月娥已经在前几天率领港府官员带头来注射。另外，欧洲各国虽然早在去年年底就首先注射辉瑞 BNT 疫苗，最近却是连续传出疫情上升。法国最近每天平均新增加1万5千到2万例确诊，离世更加创下3万1千人去位掉。总理卡斯特克斯宣布，若是疫情无确立，无排除在巴黎甲其他19个区域实施包含就抹封城在内限制做法。意大利2日新增加1万6千例确诊，是6礼拜以来上多，比例大部分来自北部的伦巴第大区。而美国纽约地区是佫发现另外一款新的变种病毒，互看到号名为 B.1526 的变种病毒株。研究人员表示，这款的病毒上早出现在去年11月下旬，到2月中旬已经占纽约地区病例数大约12%。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 后面的领袖召开会议，针对着武汉肺炎疫情疫苗配送，还有疫苗护照议题进行讨论。其中，进口观光的南欧国家是真赞成讲疫苗护照赶紧来推塞。不过，有一寡成员国也烦恼讲疫苗护照推塞了后会造成歧视，伊的态度依然是真保留。 和平举行视讯会议，27个国家领袖最近讨论疫苗护照的可行性，主要是靠旅游花费收入的南欧国家，亲像是希腊、奥地利表态支持结境疫苗护照，来迎接暑假旺季。法国的态度较保留，因为担心这对无罪人产生歧视。德国总理梅克尔伫咧会后讲，各国领导人最后同意收回疫苗证书，规个系统若要建立，要开3个月。Our top priority now is speeding up the production and delivery of vaccines and vaccinations across the European Union. 新冠肺炎伫咧欧盟国家已经造成超过53万人死亡。欧盟虽然呼吁要加速自有放射，不过这马团讲 ，AZ 疫苗的产量比预期较少。药厂已经通知欧盟，第2季交货量会比合约所定的数量减一半。With AstraZeneca, where there's room for improvement, what the fulfillment of the contract is concerned. So here we have a very close eye on what's going on. 因那病毒株的突变可能会减弱疫苗的效力，对此欧盟也甲辉瑞集团的总裁联络，就此整合药厂的应变措施。It will take us about 100 days from the time that we start. Where we identified the code that we want to use to the time where we could have a viable vaccine. 另外，伫经过疫苗稳定性测试了后，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同意放宽辉瑞疫苗的储存限制，互原本需要放伫咧摄氏零下60到80度的条件，未来会当放伫咧一般药房负20度的冷冻图化。放的时间会当到2礼拜，保存条件降低了，会当帮助疫苗的配送。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美国国家太空总署 NASA 2日公布火星探测车伫火星地面所翕到相片，科学家表示讲，这对火星的地形、物质甲气候形态有更较深的了解。
探测车2号21成功登陆火星了后，导播影4架掠影像，伊所配备的一对能变焦高解像度的彩色翕相机，传回142张相片。国家太空总署 NASA 科学团队阁将因组合360度全景的相片，清楚看到杰泽罗温泉坑的边缘，甲真远所在面对高诺三角洲地区的山坎。2号的位置是伫杰泽罗温泉坑。有39亿年历史的大气的湖底，探测车未来2年会伫遮找找古生命痕迹。这批高解像度的相片，应互科学家对火星这红色星球的地形、造成物质甲气候形态有更进一步的了解。These rocks have been exposed to the winds of Mars for billions of years, and you'd think that the sand grains, gently moving across the surface wouldn't do much erosion. But if you let them do that work for 2-3 billion years, you can create these just fantastic forms. To the right here is even more enigmatic and som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stuff we're looking at. These are light-toned, pitted rocks that, again, part of the dust and soil that was covering them has been blown away. 科学家指出，2号所用的翕相机，甲咱一般人所用的真共款，不止用变焦，阁用录影、翕全景相片甲3D 影像。科学家阁将伫美东时间1月2号下晡4点，伫 NASA 的网址甲社交小号分享更较侪火星的影像，阁开放民众家己上传相片，透过电脑合成火星的自翕相。有兴趣的人沿去看卖咧。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辑。台铁前几日发生工程车撞死工人，造成2个人死亡、1人受伤意外。台铁的代理局长基文忠今仔日去慰问死者的家属，家属一看到代理局长来，就随跪落来，指控台铁太人要求爱查明真相。代理局长基文忠也强调讲会进行调查，互外界一个交代。代替代理局长基文忠一来到地上道颁领班潘志豪灵堂，悲伤的家属规拢围起来控诉代替制度失灵。家属提出的包含电力维修车当时开的速度偌紧，司机员在真实的铁记录看到工人深受警示，也佫有3名导班工确实做20人的工作，为安怎会增加人力？也佫有施工瞭望员的配置是毋是不足？这4大疑点，家属更加质疑代替为安怎要取消过去导班工呼唤应答的系统，才发生击败事故。呼唤应答这个设备，以前有，以前是有，为什么现在没有？2次会议并没有讨论到所谓的曾经有呼唤应答，把它取消掉。那这个我可能下一次会议现在就是被取消掉。家属也提出3大诉求，包含代替爱随改善导班工的工作环境，应该在暗时列车班次少的时段来派工，而且在人力简化的情况下，应该爱增加自动化设备，也佫有爱彻底来调查事故真相，免毁灭事情。基文忠表示，最后调查的结果一定会回应家属的诉求。司机有没有依规定去减速？那有没有去鸣笛？这些都会调查，而且要有佐证资料才能够呈现真相。那这些都在进行当中。目前检调在调查，铁路局在调查，还有铁道局在调查。基文忠表示，包含这摆铁道的施工新报告核准，甲资深的团队，以及工作人员配置甲工作调配，也拢在这摆调查的范围内。预计1个月内会有初步的调查的结果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参加热噗噗的议题，就是中油打算要起一个天然气第3接收站，不过可能会破坏桃园海草打生态。环保团体发起公投联署，希望抢救海草打。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表示讲，其接收站是不得已的选择，是为着要量查，卖用土炭发电。桃园沿海的海草搭是全国上大、上界完整海草搭的地形。嘛是全球少数还佫保留的生态海草搭，内底有约100种的生物。即马政府推动能源转型，中油按算起关灯天然气第3接收站，可能会破坏海草搭的生态。环保团体发起抢救海草搭的公投，要求第3接收站就要退离。即马公投联署的人愈来愈多，行政院长苏贞昌日讲，起第3接收站是为着早一日停止烧土炭发电。非常尽全力在保护藻礁，所以以这样的原则，对马政府时代
所列的232公顷大幅的删减90%多。希望它在明年的10月份，第一个除草完成就可以供电。苏贞昌强调讲，这是不得已的选择。王美华表示，第3接收站会闪开海草搭的所在，包括用上界友善的工法来进行，范围嘛缩小到原本的1/10。兼顾经济发展甲保护环境。汤市长郑文灿讲，保育海草搭是市府施政的重点，而且嘛成立海草搭巡护工作站。我相信大家都爱这个环境生态，那藻礁保育也是市府的施政重点。我们海岸管理处也做了很多工作。环评呢，又是用那个官派委员多数的方式呢去强暴了这个案子，那整个的过程是缺乏正当性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志工们呢会这么坚持一定要做下去。环保团体表示，郑文灿选举进前，天桃园海岸爱画设暂定自然保留区，选举了后政策煞几个变款，目前无看到任何生态保护相关的调查。中央甲地方嘛互相会提责任，现阶段要拼公道人事过关，要让政府看到民众守护海草搭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湾有人专门介绍对象互独身的人熟悉，可能就爱立一个介绍费互中人业者。不过，若准这个情形换到国外婚姻的介绍行为，收钱恐惊就有问题咯。有经过这个大法官解释宪法了后，甲人介绍外国婚姻袂当出现交换条件的付钱行为。关键2册婚友社出现各类各来交朋友的资讯，替人配对伴侣，过程中更加收合约的钱，也就俗称的中介费。也过若是介绍跨国的婚姻，是因为移民法规定禁止对价关系，若要罚上悬100万块。有法官伫审理相关案件时阵，对此提出疑虑，申请宪法解释。司法院大法官会议2到最14日第802号解释，宣告专属合宪。大法官审查以后认为。这个禁止规定并没有侵害工作权，也没有侵害契约自由或是平等权。甲国内婚姻介绍比较，大法官认为介绍跨国婚姻开发生人口贩运、无法律性、商业化婚姻才进行，更加牵动人口移民，所以一定限制应追求正当公共利益。所以移民法58条第2项跨国婚姻介绍未有约定的利润，这是合宪。而移民法76条第2项规定，若有约定的利润，应罚20到700万块。因为有行政法应减轻，也符合宪法保障人民财产权，只是看在跨国婚姻介绍协会眼中，却是真侪限制。你服务本来就是要收费的嘛，这个不是类似一个国王星自己讲的好听的。那因为不得广告，那移民署在宣导这一部分，它又很欠缺。另外，移民署统计，近5年来跨国婚姻人数有93861人，分别是2016年20359人，2017年21097人，到2020年10581人。以中国越南、印尼上多，而这摆大法官也指出，跨国婚姻介绍本身是一件好事。虽然跨国婚姻介绍这中间人对着介绍费无请求权，也过若是对方主动要互伊一点仔意思，这并无违法。记者综合报道。伫咧228进前，促转会特别说明一寡任务的执行，包括着涨价当上中正纪念等等等违反上顶改度的成果。促转会表示讲，会先参国防部、文化部来讨论取消机队向蒋介石当上致敬的仪式。228假期进前，促转会说明这几年来推动转型政治的重要成果，其中中正纪念堂、蒋介石爸仔囝的当上。等等的维权上顶要安怎来处理？最近促转会嘛提出要取消议队伫中正纪念堂的大厅向蒋介石当上致敬的仪式，因为他毕竟还是国防部的主管业务。那如同刚才讲的，邱部长新上任，所以这个部分仪队该怎么处理，我们会跟文化部一起来积极的与国防部协调之后，希望可以有进一步的回应。国防部回应相关议题会过来建议，促转会时表示，对取消机队致敬的部分，过去嘛捌参相关单位来讨论，要来撤走也是改做伫咧后歌来表演，未来会继续协调。另外，促转会嘛讲会先甲文化部来合作，针对纪念堂内底的文宣，说明牌仔、导览等等，推述多元历史的观点，重新来看待维权的上顶。为什么他们要派人守护做头像？
亲像导览员爱用无同的角度来导览。文化部表示，未来会阁参促转会来讨论详细规划。根据促转会统计，除了自学的蒋介石白仔囝的当上，国防部退伍会嘛因为历史的因素，要甲当上刷走有较困难。全国计共有1500多座的当上，到达已经刷走超过300座，要活1/4。另外，针对促转会即摆的任务，就要伫5月来结束。叶凤玲是表示，转型政绩的工作，毋是短时间就会当完成的，会继续向中央争取延长运作的时间。记者陈雅文、徐凯台北报道。228事件起头，天马地房私分案到今已经经过74年啊！这个历史遗址是要安怎来保存呢？228国家纪念馆最近就办遗址特展，甲全台湾160个遗址，小解互民众了解。原来讲，历史就是咱的身躯边。台北市南京西路的车来来去去，这间天马地房1947年2月27发生私分案。当时专卖局查到一位负责人在咧遮卖私分，查职员唔拿用枪讲伊的头壳，现场民众替伊抱不平，结果查职员转黑白开枪，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正做228事件的前身。查分人员甲没收的洋分，咱去咧车顶。74档过去啊，228国家纪念馆特别伫咧馆内办遗址的展览，望咱了解身边的建物，伊的现在和过去。像即届阮嘛，甲规个城中区的过往甲228有关系地点拢写出来，就希望讲大家当去观察家己生活当中有啥物伫啥物所在拄着甲228有关系的地点。透过这个展览，会知影讲这历史的建物之前是啥物故事，甲所发生的代志，会使做一个迄个连接。根据228国家纪念馆统计，全台湾有超过160个228遗址，其中台北有67大上多。228纪念馆副执行长吕兆冠表示，虽望政府对2000年开始扣历史档案，不过也有欠缺的所在。包括咱有真济受难者，伫228事件的时阵，互敌务安尼掠去失踪，到即马毋知伊的过程是安怎。爱追究责任，嘛是政府的部门爱有一个态度，较安怎做。228国家纪念馆过去捌是台湾教育会馆和台湾省参议会，本身就记录台湾特别100当来的历史卡者，嘛是228的遗址。虽望岁月变迁，不过历史伫咧土地留落来种种，嘛继续透过空间的保存，重新弘记忆。记者民警曾派文台北报道。因为疫情关系，家己一寡较大型活动拢已经取消啊。虽然活动取消，不过拜拜礼俗犹原还阁存在。亲像家己东照先天宫，也阁有跋筊的仪式。伫鹿草圆山宫要举办60年前才有的放花马，希望这未来新的一冬，台湾会当平平安安。然后头啊烧了，伊个金纸是做来倒着的烧开啊。小界仪式要用的花马，家己县鹿草乡的圆山宫较早捌有放花马的仪式，已经将近60档无咧举办。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庙方决定要重现传统仪式，替民众祈福除疫。中断超过60档一架子啊！今年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还有武汉肺炎的关系我想借由这个时间拄好有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来甲这个文化重新搁来开始。除了圆山宫恢复举办传统的消灾解厄仪式，东照先天宫的跋筊求cứu王活动，去年跋着大cứu王的信众，今年社完的时阵，搁加重1720斤，互大cứu王的重量一届超过3万斤，创下新的纪录，而且搁替cứu王挂水暗，提醒民众注意防疫。是有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一寡活动算停办啦，算这。大cứu王是阮整恁的算较无外客所以照常举办安尼啦。26号元宵节，因为疫情的关系，一寡公庙取消室内捐助的活动，改做室外祭祀仪式。除了祈求国家社会平安，嘛互民众会当感受元宵节气氛。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
伫咧新竹市就一间庙寺过年期间收到350万的现金，说实者烦恼讲过年期间银行无开，这钱要寄倒位去咧？落尾想着讲派出所会当甲你斗3工。民众诚心拜拜，过年时阵真侪庙寺提供点点甲安太岁的服务，嘛加添袂少油香。不过过年期间银行无营业，庙内底放遮侪现金，难免有安全的顾虑。庙方只好拜托警察斗3工，甲钱暂时寄伫派出所保管。钱比较多，当然是警察局派比较安全啦，而且成龙会比较多钱放庙宇，总是为安全起见啦。万一被抢了，或者是掉了，那怎么办？门一间搁一间甲拍开，要入去到上内底抢害是真无简单。甲底大笔现金的纸箩仔放伫内底锁起来，算讲是规间派出所内底上安全的所在。给民众一个方便，帮他们暂时保管这些香油钱，于是我们就也是提供我们的一个处所，来对这个现金来做一个暂时保管的动作，等到那个我们银行上班的时候，再将这些钱那个护送到他们指定的一个银行。派出所出借平常时放枪机的所在。保护350万的香油钱，对初一保管到初5，等到银行开门，警方再搁合作庙方，把这钱送摕来银行寄，毛信众甲庙方加较放心。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台湾师范大学第2日举办台湾文化记忆甲转译联合计划成果发表会，现场展览品有配合着手机的台语放假，也佫用全台文写的高中的台语课本，内容若甲较早来比是更加有人权、高级甲艺术的成分伫内面。不过啊，我唱歌足好听呢。配上手机的放假，互母语是手机的族群嘛通了解，佮有用台文写的绘本，希望透过动物的故事，向囡仔解说环境保护、自由人权等等的议题。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举办台湾文化记忆甲转译发表会，现场展出用创新手路展现台湾文化的作品。真侪展览品是下多元领域，亲像这的台语绘本，目的是要培养囡仔的公民意识。互咱的台湾囡仔知影讲，这个故事内底所讲的这个动物，因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咱台湾人即马咧面对的，甲咱家己的公共这个政策甲公民社会有关系的一寡议题。现场佫用全台文写的高中课本。计划主持人之一的刘成贤讲，因为国家语言发展法，未来国中甲高中拢会有本土语言的必修课。不过，即马伫高中的部分，也无本土语言的课本，所以想要带头来做一本。刘成贤讲，希望本土语言嘛会使有无共的模样，所以伫编写的时阵，比过往加较侪现代的元素。台语课本嘛会咧教人权、性别平等，佮有科技甲外国文学的内容，要去除大家对台语的刻板印象。因为一般人对本土语言的第一个印象拢是感觉讲，就是传统啊、农村啊。所以，阮咧想，阮希望会当甲现代社会、甲一寡现代议题做结合，结合世界、结合科技，结合即马所有重要议题，包括性别平等等等。刘成贤阁补充，台语是生活语言，嘛是一个会使谈论国际上所有议题的语言。亲像这谈论多元议题绘本同款，未来会继续发展出更较侪作品，用台语紹介台灣文化。記者郭碧君、張耀水台北報道。也是作品《天橋頂的魔術師》，故事背景是設定喺80年代台北西門町的中華商場。最近也推出 VR 展覽，透過 VR 行入去戲劇內面，會當找到80年代記憶。传统老相款充满怀旧复古，也是作品《天桥上的魔术师》以80年代西门町的中华商场做背景，描写到囡仔面对人生困惑时阵，拄到天桥上的魔术师，魔幻风格带观众重回过去。为中现伫90年代被拆掉的中华商场，剧组开8000万去新的场景。虽然已经伫去年4月拆掉，不过利用 VR 相关技术，民众拢会马上投入剧中。
完全还原了，我觉得就是跟我在戏里面看到的一模一样。我要变成一朵云，然后可以在天空上自由自在的飘来飘去。他刚有跟我说就是所有戏剧，这是他的签，就是所有戏剧里面的台词。我印象中的广场上其实是外面的那个天桥，然后还有就是整个车水马龙的状况。挂比亚管达参观男主角厝，也个翕相留念，甚至用伫通天陵抽一张金鱼签诗，好亲像家己就是剧中的角色。这样子的技术呢，它是真实的还原这些场景到 VR 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让观众他们真正走进这个场景里面去参观，因为毕竟这个场景已经真的被拆除，不管是真实的场景或者是影集的场景都已经没有了。策展团队得到文策院补助，整合互动科技、现场实景搭载这相关技术，让台湾戏剧作品用以 VR 互动的方式呈现，也让民众伫个戏剧甲现实之间体验剧情，感受属于老台湾的共同回忆。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5度到20度，中部地区对17度到25度，南部地区对18度到28度，东部地区对17度到2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2度到20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